各位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9月初6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按照中国会嘉里翠庵，目前已经回收127万外片，伫海关闸口改做台湾籍翠庵，加载拢无流入市面。江北省的争议不断，为着安大民心，卫福部宣布明年无论菜市啊、点心档，只要有低卖制品，就要标示产地。今年的第10号风台海神向日本九州山顶东，可能有破纪录的大雨，已经有167万外人接到避难的指示。新闻头起先来看翠庵国家队嘉里科技公司涉嫌让中国籍翠庵伫咧徛名册会内底交予政府。疫情指挥中心下晡是开临时记者会，表示这2天已经回收127万外片，也若是伫海关闸口改做台湾籍翠庵，是拢无流入市面。另外，国内今仔日有增加一个对菲律宾带病入境的武汉肺炎病例，咱来看详细报道。国内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各加一个，个案是40多岁本国籍男性，长期住伫菲律宾做生意。9月初1，伫当地捌出现发烧、脑后痛、胸腔扎扎、甲真喘，也毋过无就医也无食药啊。伊家己讲捌接触过带做伙，而且已经确诊的菲律宾朋友。9月初1，当来台湾入境时主动通知，第一摆采检是阴性，因为正常继续再次采检才确诊。掌握个案的接触者5人都是这个机组员哦，那因为都有适当防护，列为自主健康管理。针对有关翠庵国家队嘉里科技公司涉嫌以中国翠庵揽入徛名册翠庵，指挥中心表示，这2天本地翠庵拢总回收127万9千外片，以新北市占9成上济，而且海关特批检验发现，8月初3到9月初3，关务署查获577件扣押83万外片的翠庵，拢是假票台湾籍 MIT 翠庵。另外，敢是有翠庵国家队也会做确认，有计2礼拜内会有结果。它属于它标示不实的部分呢，大概就贸易局会去裁罚。那它比较在刑事的部分，现在扣押在海关，就会后续移给检调来处理。指挥中心强调，为了要互民众清楚辨识，倒一寡是医用翠庵，倒一寡是非医用翠庵，未来将采用特片更新标示。但拜一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报告了后，才会有具体办法，有计1个月内完成。记者综合报道。民众若是去买到嘉里科技的翠庵，是要安怎换汇加退钱呢？食药署就表示，对今仔日开始，对新名册通路买到顶头印 Carry Mask 更印，会当提起有甲新名册配合的药局甲卫生所来填换汇单换汇。也若是线未买到的，会当对初9开始，也就是后礼拜3，会当去原本买地点摕发票甲商品，用特地5块来退钱。第一天有就是这里4000多片。药房的仓库内面规箱拢是人客摕线装的有问题的翠庵，敢若第1天就4000外片，第2天要上1000片。嘉里科技公司敢若是滥用中国籍翠庵做医疗用的翠庵，代志发生了第3天，一早起依然有民众到药房办理退换汇。我去换过了好几个，10几个嘞，我都去要还您的啊。大家过敏，就害到我们家女儿，对不对？啊。为了要方便民众退换，卫福部食药署公告，自初6开始到10日，民众伫新名册所买的有问题的翠庵，爱写换汇单，包括名甲身份证号码，而且翠庵正手边下骹就要印有 Carry Mask 更印字才当换。到全台湾有卖新名册翠庵的药房甲卫生所，拢会当登记退换。也若是非新名册，家己去外口买家己的翠庵，自9月初9到10月初8，民众摕发票加商品到原本买的所在，每一片会当退5块。有民众是没有意志要来换的吗？目前有碰到，但是经由解释，他们都有接受说明，然后了解事件的缘由，就只有嘉里公司有问题，所以他们就会再带回去。嘉里科技公司的大门是锁条的。门口有打退换汇广告，食药署提醒民众爱注意退换汇规定，看去倒位才会当退换，才袂加走一抓。记者综合报道。有正肉种的美国猪肉，明年1月开始会当开始进口。为着要让民众安心，卫福部宣布讲，明年无论是超市、菜市啊，也是点心档，亲像是肉燥汤，也是贡丸汤等等，只要是猪肉制品，就拢爱标示产地，而且扛棒机的大小嘛，拢有规范。
规大地台湾温体猪肉放入去加气加水加肉，煮起来之后的口感气味，拢比冷冻肉较好，人气较佳气。自明年1月开始，因为美国猪肉会当进口，伫市场所卖，就算是香港台猪肉，也拢爱标示产地。因为我们黑毛猪它都会有盖印，所以都有做过那个卫生检验的合格章。你说还要再另外再做标签吗？其实对我们卖家当然一定会不好。我们这都是台湾现杀的嘞，对啦，这样会比较好啦，我们会吃得比较安心啦。若是猪肉加工品，真像是便当店的罗马素。便当的配菜、贡丸汤，抑个传统市场常常看到的红糟肉、鸭庄的卤猪脚，只要是猪肉的制品，拢爱标示。卫生部初步的规划是，包装食品会当伫咧营养标示内容本内面标示猪肉的产地，餐饮业者会当伫咧菜单或者是店内标示。若是散装的食品，就爱插牌啊、字卡、字的大小也拢有规定。你觉得有标示会让你比较放心吗？标示没有用啊，像产地，你要哪一个产地，你要哪一个国家，它什么标也有啊。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那个本来就是应该要做的。那因为这个真的是比较食安的问题啊，所以你现在本来就是可以做筛选。卫生部强调，若是食品内面有用2国以上的猪肉，也拢爱标示清楚。若是无标示，上悬会当罚300万；标示不实的，上悬会当罚400万。卫生部这礼拜开始会到各大卖场加传统市场示范安怎标示。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日规工行程是拢伫南台湾，原来是正肉种的剧电要咧炭烧，早起出席活动的时阵，就有人伫场外抗议。那过道了后，蔡总统是甲高雄市长陈其迈做伙视察交通建设，要展现中央想要建设南部的决心。要来向咱的蔡总统蔡英文呢来做一个真情。抗议美国3万斤猪肉被进口的民众伫咧场外喊甲正大声，不过敢若拢无影响场内总统蔡英文的心情。总统伫今仔日参加全国律师节庆祝大会，讲到通过律师法修法加国民法官法。国民法官法也在今年7月3读通过，我们即将迎接人民担任国民法官和职业法官合审合判的刑事诉讼的新的制度，代表的司法判决将会更贴近社会普遍的感情。总统蔡英文礼拜规工拢伫咧南部，伊所讲的拢是连赢之前这几年的相关成绩。下昼甲交通部长林佳龙、高雄市长陈其迈最近视察大港桥甲结婚延伸路德的计划2大建设，也是补选了2个人第一遍港台。亚洲新湾区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就特别安排总统能够来看我们高雄的产业转型、捷运黄线跟捷运的红线的路主延伸段，我们希望说能够加快这些交通建设的进度。就着中央执政的优势，陈其迈伫咧选举时阵提出诚侪建设甲产业政策。总统蔡英文这边路南实在相关计划，显示中央想要替陈其迈兑现选举支票，扭平南北差距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地方消息，中华基督教病院目前正在进行第7期的大楼工程，不过沙石城附近的中兴路路面落落，甚至阁有工人搬落去。中华管府初步是怀疑讲，馆长的工程无设置地基拢漏了了。在地居民就烦恼讲，时间1个月过已经立4遍，烦恼因兜的徛家嘛受到影响。民众向公走出来，涂骹已经出现一个大窟窿，工程人员赶紧馆长就惊窟窿佫扩大。位伫中华市中兴路附近的路面，挖进中基病院第7期工程的工地，拜六暗11点多突然发生崩落，当时也佫传出一名工人爬落去，好佳在只受轻伤。日时啊，等到现场，崩落虽然无扩大，也毋过居民讲已经毋敢点入出来。没有办法做啊！你这样子倾斜，那你光走进去，你等一下可以自己走进去看看，你走进去就头晕了。人在这边也会怕啊！你看那边瘫的，我身边什么时候下去，谁会知道？哎呀，都是一种危险。居民摕铁丝测试，真简单就会当插入涂骹内。外口的壁也有明显避损，甚至伫室内摕水管啊测试，水管啊也会家己连震动。烦恼地基毋但无稳定，民家厝也受到影响。居民讲，自从施工1个月过以来，陆续发生至少4件崩落，民家厝受影响的至少3户。官府表示已经派人了解，也要求工地停工。
那礼拜二的时候，我们会来跟住户办召开一个说明会，让住户来了解他们未来的目前发生的一个状况的情况。反正我们现在如果有问题，我们就先把它补起来就可以了。是。官府初步了解，技术管制工程无细致，引起土壤溢出来有空地基，目前警部无安全的考虑，将受害住户安置伫附近的旅馆。除了要求工地停工，也请结构技师进一步到场鉴定。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这几天台湾是吹北风，中南部因为地形等等的因素，空气品质是变甲真歹，而且长期受到空气污染的台中情形就非常的明显。虽然台中市的环保局是赶紧启动应变，不过环团也是认为讲，这寡应变措施拢已经慢一卡步。骑机车人和日头拍甲挡袂掉，但红灯嘛要尽量避伫阴凉的所在。天气虽然好，这拄啊进入9月，都有袂少做家庭话烦恼刷落来空污贵。因为小朋友都有一些那个呼吸道啊或者什么，就是他们都有过敏，所以其实还蛮怕空污的。要重新再适应嘛，所以小朋友当然咳嗽啊，那个什么过敏啊，几率就会更多啊。这样烦恼毋是无原因。根据台中市环保局的监测资料，初六拜日下昼3点，台中市16个测站显示空气品质转歹，其中有5个 AQI 指标已经超过100。根据环保署的空品检测，为初六开始至少时间，中南部的 AQI 指数拢超过100，初六中南部更确实来到80以上，臭氧浓度也因为光化作用明显提高。我们有协调台电的中火它在这个氮氧化物的去除的设备里面多喷注这个氨氮的化学物质，让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量降低。因为受到海性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台湾的环境风场转为北风，东南部位伫下风的所在，更加会累积空气污染物。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已经通知包括中会顶前30大污染源港在也加强稽查。建立一个机制。什么样的天气形态、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做一些及时的反应不要让人民已经在空污的状态之下了，然后跟你反映了，你才去做处理环团认为，受这款的风场状况，会当透过预测事先预防，因为这几天污染已经发生，加紧急启动相关措施，显然对特殊天气形态的空污应付不足。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今年第10号的风台海神直直向日本九州山顶动。日本气象厅预计，因暗到隔天可能有破纪录，可能造成灾难的风雨。目前九州已经有超过167万人接到避难的指示。日本气象厅认为非常强烈的风台海神，初六下昼以35公里的时速直向九州南部，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5公尺，瞬间上大阵风达到65公尺，暴风圈为南部沿海大岛、乌九岛等海域慢慢就北，尾亚马鹿儿岛、宫崎甲熊本3个县拢进入暴风圈。气象厅警告部分地区雨量可能超过往年9月几个月，商店街甚至便利商店拢休困，还是缩短营业时间。台風が接近する地域では記録的な大雨、暴風、高波、高潮に最大級の警戒を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よう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大雨可能造成土石流灾害甲河川泛滥，到尾仔马九州已经有6个县167万多人接到避难指示。风台4号为温湿空气也形成风雨大。本州甲四国拢出现大范围无稳定的气候。伫交通方面，九州新干线中到了后陆续停驶，几个国道有封闭危机。初七，西日本的山阳新干线普渡广岛段规工停驶，广岛甲台版减班运行。JR西日本公司也搁头一摆将九州北部普渡新干线基地6边组车辆调往公山甲广岛避灾。九州南部有500多架航班取消。有计海神初六暗沿着九州西部近海就北。初一透早影响九州北部，再去登陆南韩，暴风圈将影响朝鲜半岛，对南北韩、日本西部继续造成威胁。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的街路搁爆发冲突，因为今仔日原本是香港立法会4年一变的选举日，但是香港政府是用疫情做理由，宣布要延后1年。有网友就伫咧号召讲，要伫9龙游行抗议，但是香港政府是用游行无摕到无反对通知书，呼吁市民唔通去参加。估计初六下昼约为2点半，香港9龙大楼顶已经有真侪防暴警察，真侪行过人和警方集来调查。伫晚2点半时阵，警方全面戒备，因为有网友就游行，要表达反对港版国安法。
然后选举加推出健康码等诉求。现场一路人大声喊口号，也人举着抗议的海报。防暴警察是亚拿基警告现场的民众离开。前政治秘書长吴志峰也穿烏衫要來參加遊行。我諗個警力嘅規模當然係相當之大啦。咁而我相信即係香港人靈活變通嘅精神，亦都會讓到我哋即係每個人會有更加適切嘅考慮。你自己擔唔擔心？冇人可以確保到自己嘅人身安全，但我哋嘅責任係繼續去作我哋嘅倡議，作我哋嘅訴求。遊行預定喺個九龍嘅左村道加彌敦道交界所在集合，向北行到旺角。下面的人拄甲海報搝起來喊口號，無夠2分鐘，就互警方圍起，雙方發生衝突，至少3人被抓。這邊的遊行唔拿香港紀錄鏡媒體直播，香港警察也從警方嘅角度報導執法嘅規定。咁大家見到咧喺彌敦道一帶咧，其實都有唔少警務人員啦，做緊一啲巡邏。並且喺較早前咧，其實佢哋都做過唔少截停搜查㗎。警方也喺 FB 打文，講捡到3塊磚仔夾加喙石頭，可能是有人拍算喺遊行嘅時陣使用，也重申遊行無得到警方嘅無反對通知書，叫民眾莫去參加。記者綜合報道。轉來關心國內焦點，今仔日國民黨佇國父紀念館舉行專題會，黨內濟頭人攏到現場。黨主席江啟臣是閣一遍強調講，國民黨的核心價值是中華民國九二共識，以中國表的表述，攏有依循憲法。另外，國民黨嘛利用專題會這個機會，發動食安公道的聯署，表示反對政府通過美帝的政策。國民黨專題會佇國父紀念館進行，舞台頂的大面"和台灣保民主拼未來"是這邊專題會主題。黨主席江啟臣也重申國民黨核心價值中華民國。國民黨歷來關於9·2共識、一中各表的表述，皆本於憲法，也因此，我們主張以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9·2共識，延續兩岸互動。並尋求互動方式的與時俱進。面對這種黨的獨斷男權，一個網軍的抹黑霸凌，江啟臣講將一面對外修正，一面對內改革。因故伊的新兩華論述引起一寡黨內大鬧不滿。前總統也是前黨主席馬英九替江啟臣講話。其實江主席本來就了解，那經過跟各方溝通之後，他認為堅持9·2共識、一中各表。跟我目前國民黨跟中華民國的方向完全沒有違背。兩岸的交往絕對不能夠被貼上所謂惡意貼上，所謂的舔共或親中賣台這樣子一個惡意的標籤，所以我們一定要走出這樣子一個困境。專題會最後通過財務穩健、組織改革、青年參與、兩華論述等4大改革結論。為了要展現國民黨的團結，黨內炮火對準執政黨所通過開放美都政策，發動食安公道聯署，行動局表達反對。我在這裡宣誓，就算地方法令與中央法令有抵觸，但是雲林良品豬肉堅持瘦肉精零檢出，瘦肉精的豬肉要進口，連內臟都要進口，你能忍受嗎？雲林縣長張麗仙、嘉義市長吳敏惠等大型執政縣市長，在黨主席江啟臣帶頭下，強烈捍衛台灣島。自9月12日開始，全台灣進行公道聯署，要用行動爭取國家隊認同，也為國民黨的未來爭取國家隊執政空間。記者綜合報道。今日是台灣大學的開學典禮，台大校長關仲敏迄邊的學生，就算國際衝突甲比平時攏無停過，希望學生會當繼續打拼，讓世界看到台灣。也若是今年學生的代表是一個戲劇系聽眾生，伊鼓勵大家要愛有自信，活出家己的人生。台大開學典禮上，加強防疫無放鬆，入口所在噴酒精量體溫徛名在進場，就算是全程需要掛喙罨嘛按袂掉。大學1年新生面上歡喜的心情。找到自己的志業吧，因為我不知道我的興趣到底是什麼，這樣子。希望畢業之後可以先到可能國外去做博士後研究，然後可以希望有機會回國當教授。今年台大學生秘書是有一名台大戲劇系學生代表，伊捌擔任羽球隊隊長。演說練等一直到最後，而且公布家己其實是聽着蔣介石鼓勵大家貼標籤，活出家己。
我曾经因为自己是听障生而害怕在大家面前说话，害怕不清楚的咬字会成为别人口中的笑柄，但我不愿意被这样一个标签框住，所以我今天站上台来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面对疫情冲击全球，台大校长管兆敏表示，台湾会当正常上课，伫世界实在罕见。也勉励学生，后疫情时代国际形势更较复杂，全球经济更较衰退，提醒学生爱继续甲国际连接。大国之间的冲突角力不断，而你们的大学生活就将从这个不安而且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开始。台大其实就是台湾的门牌，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擦亮这块门牌，让大家在世界地图上都能看见台湾。近日，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公布2021年世界大学排名，由英国牛津大学摕第一，台大排名第97，名次比去年第120名大大提升。头一摆客日，泰晤士高到世界100大排名，创下0年上好的成绩。记者综合报道。本土创作乐团打狗乱歌团的主唱甘英玲，将暗示伫咧屏东万丹演出的时，怀疑是心肌塌昏倒伫咧台顶，送医抢救了后不幸过身。今年50岁甘英玲，捌摕到第21届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奖，嘛入围第21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奖。2016年，捌替总统蔡英文创作竞选歌曲。打狗乱歌团以本土创作甲武器歌谣拍出名声。甘英玲把台湾农民的故事写伫咧歌里，打遍台湾各乡镇的庙口，唱出台湾农民的心声。现代人的压力愈来愈大。全国自杀防治协会继续咧防治人伫行底路，去年就受到轻生通报的案例是有3.5万人，虽然是比前年较少，不过青少年行底路的人数煞是增加，这背后的原因，值得咱继续关心。卫福部统计，去年有35200华人被通报有想要自杀，平均1点钟就4人想要自杀。虽然总体人数比往年较降，不过青少年甲适大人有小可增加。15到24岁增加47人，比往年上升22.4%；65岁以上增加0.5%。这几年新出来的网络上面的一些人际关系，它不同于现实社会的一些人际关系，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可能要对年轻族群透过网络怎么去结交朋友，怎么去建立关系上，要有一些指导或是一些引导。全国自杀防治协会分析，少年人自杀率增加是全世界的情形。像日本青少年的自杀死亡率是30年升悬，社会就要更加重视少年人所面对的生活甲心理的压力。协会顶半年做个人心理状况的调查，发现企业经营者受疫情影响，压力真大。比如说收入啦，或是工作上面，其实还是增加很多的一些不安全感，尤其是一些30岁到50岁的一些中壮年，他们也会担心对未来的一个情况，加上疫情的冲击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协会讲统计发现，自杀自开始想去做到自杀死亡，那是重大压力造成的自杀，平均差不多是1个月到2个月。不过，若是因为严重精神疾病造成的自杀，规定可能要1年甚至15年。所以，若发现有情形，上好是量早关怀辅导。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台湾各地甲平湖大部分是侪云到好天，但是恒春半岛、东部、东南部佮有金门、马祖会有短暂雨。过到了后，南部的山区会有南山的短暂雷公雨。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22度到34度，中部地区是22度到34度，南部地区是22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2度到33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25度到32度，
新闻的最后，带恁来惠州庆阿看红好，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两支棍仔，一道电光，一出卡光仔伫的戏，就安尼就动啊！全凭丹心辐射剂，天然注定无差池，愿老催败结夫妻啊！到底这挂艺术是安怎干来用简单的两支棍仔，甲一块牛皮，就带咱入去光影的奇幻世界。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歌灯》。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网仔哥哥。之前有甲大家介绍过一寡我的网仔亲情，今仔日要讲的是全世界种类上介济的动物——汤拖。你像诶？汤拖汉语写做汤拖，罗马字写做特昂糖、特瓦拖。糖第5条，拖第7条。世界上已经发现的糖拖，早就超过100万种啊！因是一种无量骨，身躯分做头、胸、腹3节，有6支脚、后眼，甲一对触角的动物，住伫咱厝内的糖拖，常在会看到的有。一点钟会当飞40公里。是个逐秒钟震动300摆的好神，头长去佫会使活1礼拜，上侪人会惊，佫讨厌的加爪。全世界看来上大的汤拖之一，到遐伊会使拖震动比伊的体重佫较重1400倍的物件。做爱食叉头，定伫落雨进前出现的白虾。还佫有会甲人加咱目睭看无啥会到的目屎。咱厝内有饲猫仔、狗仔，爱特别注意的家走。咱人类嘛为着利益，饲一寡汤拖，亲像饲芳会当卖肉，饲淡仔，伊若吐淡仔丝会当摕来做衫裤、被、保养品等等。淡仔嘛叫做牛仔。俗语讲救糖唔通救人，这是一句咧怨叹的话，意思是讲人有时会忘恩背义，要救人较输咧救糖。佫有一句热气仔话讲：好神知影影壳，砍头砍面，砍头砍面就是头面拢砍掉咧，看无头前。咧讲人足戆，唔知死我的意思。溜、汤拖、后眼、触角、好神、加爪、狗虾、救糖唔通救人，好神知影影壳，砍头砍面。汤拖是真古锥的动物。观察因的生活嘛真趣味。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